农业焦点现在看到高数的麦作，然后偏东加东的莲雾，受到莫拉克风采影响，农民三忙复耕，查到工人期间因为太出加时替代，而当季的8日加时也从一件35元，跌做一件15元。农委会係啟動了3項調節措施，不過加時回旋呢並唔多，所以呼籲民眾多多支持台灣出力果子，聽數農民重建家園。像又甜又脆的珍珠芭樂一斤特價15塊，來要買要快要走快，千萬不要錯過。睇賣場地度一斤15塊，就是買到2兩的8，好民眾一粒只要1粒斤買。現在真便宜啊，一斤現在35塊啊，現在一斤15塊啊，又好吃啊。平常的話，應該以目前來講，差不多一斤有便宜到20塊，所以我們都趁這個時候多買一些回家吃。佢話冇民眾吃到當便宜，還有做年漲高配賣場地度嘅做一斤49塊，蓮霧一斤45塊，8一斤促銷價將15塊呢。下一波的促銷大概也會維持，像芭樂的部分，大概至少也有18塊左右一台斤的價格，事實上也都還是在很便宜的價格上面。民眾買當歡喜，我對農民來講，安尼加勢根本都冇利潤。尤其做同蓮霧，仲係受到去年莫拉克風災影響，所以仲係較慢出。到到過年了熱，殺人之太出，賣無好加勢。農委會農糧處就講，將一般接係當年加勢起唔好嘅時節，經過促銷調節產量，作為產季未壓縮力，加勢基金就較好到一説。未希望民眾敢買到台灣本地出產嘅農產品，強化係睇數在企業農民重建家園。客家新聞林建儒、劉文輝台北報道。